续来看，伫这个新加坡的香格里拉有来举办一场安全对话会议。中国的国防部长魏凤和伫这场的会议发表演讲，警告台湾，讲台湾若是为中国分裂出去，中共的解放军一定拍，一定会无少代价拍到底。民进党的立委痛骂，讲这种的出兵无正当的理由，讲中国单方面破坏区域的和平稳定，一定会去互国际社会配谈配暖。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议伫咧新加坡上场，中美两国国防部长面对面交换意见，两边都因为台湾的问题针锋相对。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分裂出去，我们一定会不惜一战，不惜代价，一定会打到底。今日后随上台演说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将安全对话会议当作是文攻舞台，当伫咧各国官员和铁块面头前，甲台湾吓惊。外界评论中国的态度比过去更加硬扁扁，甚至已经甲民进党和台独宣扬者看作是共一类。先讲他这样的立论，根本师出无名。台湾从古至今从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，刚好坐实了现在国际社会的共识：中国是国际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。尤其俄罗斯拍乌克兰了后，台湾的前景，让真侪国家拢伫咧注意。加上中美两边拢表示希望管控双边关系，不过伫咧台湾、南海和俄罗斯、乌克兰的冲突，头尾拢无共识。他讲的就是法理台独啦，那蔡英文也抓住这一点嘛。只要讲到中华民国就没事了。基本上来讲，我不认为两岸开战的几率高了。两岸呢，应该要怎么样想办法对话？你不要九二共识，那你有什么共识？在各国的言论可以看到，就是说，其实这些国家都不是以一种相怨式的或者鸵鸟式的来寻求和平，而是以希望能够平衡，尤其是对于在这个区域内部片面造成其他国家威胁的这些国家。稳定区域和平，台美双方卖伫咧这礼拜举办蒙特水会谈。咱台湾的派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领军，带国安部门高层和美国军政高层进行战略对话，台美军事战略合作继续升温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